继续来到中华园林，这栋当咧起的5楼的透天厝，讲来称悬，搁来变胖。原来厝主偷偷变骹手，面顶搁踏2楼到7楼，事后是有甲5楼以上的部分拆掉，但是伊的厝后竟然搁来搭4层楼高的铁皮厝。县政府讲，这个厝主家己若无拆掉，到时阵县政府若强制拆除的时阵，这个厝主都要搁面临1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要完工透天厝，工人已经入去扭钢线，验过位处头前看无问题，后壁却有一栋铁厝，有4层楼悬，甲当初申请的建造的图面是完全无共款。这里是在更前面、后面全部都拆了，拆完之后，后面也拆完了，对。那现在是后来又搭起来。今年7月，当日起的透天厝被发现讲为5楼厝顶以上搭钢骨塔到7楼，后来拢连到后壁规栋厝大一户。旧的楼是很旧了嘛，现在是再给它搭起来，可能基础部分没有拆，地上部拆完而已。厝主被查无了，虽然钢骨有拆掉，但过事后伊佫偷偷伫后壁起4层楼高的铁厝，这已经是厝主第2摆违规。拆后重建呢，制止不从啊，我们会移送这个法院来侦办，那他会被处以这个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县政府已经强制厝主停工，这个厝主无将法令规定看在眼内，当作讲进行拆掉就算结案啊，佫偷偷起来，在地人拢讲这件是上限的违建。